呢個莫拉克嘅前前嘅屬土動脈，過日到台灣嘅東部外海上上下下都嘅徘徊，就等呢個時間來到半日前後。今日是頭時的，除了海順風浪有下險面之外，北海岸嘅風景區老東島人好熱淡水兩片，還看唔出有險面嘅風勢老雨勢，所以甚至就講下老當地民眾將就係利用風采並了解你，同人談人寫字，對兩片乾浪看起來有啲危險。回面黨沿起大浪，現時莫拉克跑風機人動度嘅範圍，不過因為風采嘅中心喺度嘅外海，陸地上看唔出下險面嘅意識。萬里還有金山兩大尾嘅西濱海順公路，渡河邊線嘅民眾欣賞大浪嘅好素材，就連渡河而來台灣觀光嘅新加坡遊客也而來釣浪熱。登陸就不會來了，下雨就不會來了啦。那是這次雨量比較少，這邊沒有雨啊。沒有看過。很壯觀哈！對對對，真的。你從新加坡來的，所以第一次看到台灣的颱風天的海洋嗎？很壯觀，是不是？對啊，很 amazing。因為莫拉克電流嘅事件放後咧，而是條風浪水冇從跳擺上嘅安排，並風采加嘅民眾冇上為欣賞大浪嘅潮氣往界，有名嘅淡水路界還有土酸頭，雖然店家都關了大部分，不過還係有民眾突然不下日出門去玩。淡水最熱鬧、最漂亮。啊，你是現在是出來先晃晃逛逛？對啊，我淡水躲不掉啊。還好哎。還好，有沒有跟氣象局報的有落差？應該是這一段時間還沒有很強。所以下雨天帶小朋友出來逛逛啊？對啊。雖然二十條有條提起風浪水唔係當險面，不過氣象局講天然電流事件日減，風浪水也會強強嘅增強。面對中途風采直接來到台灣，民眾還係愛好先釣魚。客家新聞潘景祿、汪小琪台北報。